兒子為了準備考試，從頭學夜讀書食宵夜，結果發現到自己身體唔爽爽咧。阿賢就透過關心和個建議，來幫助佢來了解到，生活習慣對自家的身體康健是非常的有影響的。兩三年每日嘅討論，按樣擺型來調整、來改善，就用了一個托馬多工作法來提升專注力，還個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。可見好的生活習慣唔但將會影響到身體的康健，咪做得提升學習的效果。接下來，我就來看一下佢哋嘅對話當中出現那條詞彙牢記嘅。學夜，學夜，熬夜，熬夜，傷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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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關，關，習慣，習慣，研究，研究，最近，最近，我愛準備考試，故所從頭學夜。我愛準備考試，故所從頭學夜。我要準備考試，所以經常熬夜。我要準備考試，所以經常熬夜。這樣的習慣對身體傷害動態。這樣的習慣對身體傷害動態。這樣的習慣對身體傷害很大。這樣的習慣對身體傷害很大。按呢個習慣對身體傷害過大。按呢個習慣對身體傷害過大。我真見看唔慣。我真見看唔慣。我真的看不慣。我真的看不慣。研究動開，故所無法度專心。研究動開，故所無法度專心。研究動忝，故所無法度專心。研究動忝，故所無法度專心。最近很累，所以沒辦法專心。最近很累，所以沒辦法專心。南西英強用版講，研究改開，故所無法度專心。研究改開，故所無法度專心。